更多的网友都相信，冯展自杀的新闻是何云云团队所做出的应急公关，在冒名冯展发微博宣传拖延报道。 你不要想不开，别冲动啊！你回去吧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我求你，你先下来好不好？已经来不及了，根本就没有人会相信我。我相信你啊，我知道你是无辜的。 我知道那个医生是谁假扮的。我慢慢解释给你听，你一定要听完。好，先停掉，坐停。好，收你500。 我求你别冲动，快下来！你不要冲动，如果你跳下去，我也会跟着你跳。亲眼看到你死在我面前这种事情，我不想经历第2次。你说，啊！ 史密特，10分钟，时空倒流，一定可以。走啊！韩宇，别快！宇，我求你别冲动，赶快过来！对，你不要冲动。如果你跳下去，我也会跟着你。跳你个头！谁都不准跳！ 你们不明白，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。但是何云，你甘心吗？冯展的死你都能撑过来了，现在却败给这些流言蜚语啊！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等查到贿赂警方的事情，我就要去坐牢了。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去死好了。哎呀！你说什么？ 什么贿赂警方？贿赂？你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我没有。就算你这么跳下去，没有也变成了有，有用也变成了没用。何云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找出凶手，还你清白的。对，史密特，他很有本事，他一定帮你找到凶手。对，不过小明会帮忙。对，我们一定可以的，只要你过来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相信我。
云，你在这边干什么？出去！你这个傻女孩，你把我支开就是为了要自杀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走了，我一个人我会很寂寞，你知不知道？你醒了？有粥要不要？我去弄粥给你吃。姐，对不起。你现在知道说对不起了？你话说的这么狠。我是不想要连累你。你说什么连累呀？这点小事就被连累，我还算你朋友吗？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你不要生气嘛，对不起，我下次不会了。你既然够，我不要再哭了啦！你不要哭了，对不起。谢谢你们，你的手，谢谢，真的谢谢，谢谢。心啊，今天要是没有你们，我肯定去不下来。这只是暂时的，如果不能查出真相，证明清白，他依旧解不开这个心结的。到底是谁陷害他？查出贿赂的源头就知道了。怎么查？史密特，你的怀表还你。何云云真的是你妈妈？你动过这怀表啊？何云云坠楼，你跟着她跳下去，然后喊了一声妈。所以你是用怀表救了我们。所以何云云真的是你妈？是，她是我妈。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。我真的没想到还有机会可以看到她。她怎么这么早就？她人这么好，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云云她，你妈她是怎么死的？是意外，而且就发生在我眼前。当时我年纪很小，第一时间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
后来才知道，我妈从此以后就不会再醒过来了，不会再讲床边故事哄我入睡，也不会再唱歌给我听了。你说过何云会嫁给小明，那你爸爸就是小明。整整2045，我们的父子关系一直都很差。为什么？检察先生，这件事情你们秉公处理就好了。如果你想替他保释的话，请在4个小时之后去警局替他申请。算了吧，那个时候我都睡了。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一直到现在，我才渐渐明白了，原来他是这么深情的、偏执的爱着我妈，眼里只有他一个人，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，任何人，包含我，放在天平的另外一端。只怕都没有半点分量。后来我妈过世之后，对我爸来说，我不只是他的儿子而已，也是害死他心爱女人的杀人凶手。你说，他这样怎么可能爱我呢？如果我妈没有这么早死，那或许我跟我爸的关系也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了吧？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只是很想抱抱你。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，我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个事情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愿意跟我说这些啊。以后只要你想要找人聊聊天，我都在。这是当你看上去就不差钱的时候，你就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做办事效率啊！这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哎，这你就不懂。我越是夸张，才越少人注意你。没错的，保证能成功。别废话了，小明，云云你要照顾好，查款的事就交给我跟史密特。好。走吧。
警官，这是何云云的身份证，这是他授权给我的委托书，你看一下。你要想要何小姐在本行的开户日期？对1月26日。这是冯展尸体被发现的第3天呢。是谁帮他开户的？真不好意思，这个牵涉到个资法，本行不方便告知。哪有这种事情啊？每一次都是我帮他代办的，突然冒出一个人帮他开户，我们怎么可能不管？啊！叫你们主管出来，调那天的监视录影画面，我今天一定要看。真的很抱歉，这个就算是主管来也没有用的，除非有法院的搜索票，否则就算是警察来，也没有权利调阅资料的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就有委托书哎，为什么不能看啊？啊！我们可是当事人哎，什么叫不能看啊？出去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稍等我们一下。干嘛？来，莫名其妙的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干嘛？我还没问完呢，又怎么下来。我有个办法，只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你有办法就好了，快点说啊。说了你也不会懂。拿着，关于施工黑洞的。哦，我懂，很多科幻小说都有写啊。不然连警察也没有权利来调阅资料。为什么？我明明就有委托书哎，为什么不能看啊？啊！我们可是当事人哎，什么叫不能看啊？出去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稍等我们一下。干嘛？来，莫名其妙。抱歉啊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没问完呢，要怎么查？哎呀，他刚才那些话，我们是不是听过2遍了？哦，你登过怀表啊？没错，但没成功。那我拿着，我再试一遍。哎，你一直重复是干嘛？玉轩，时空黑洞果然是存在的。玉轩，等一下。怎么回事？金妹，发生什么事？可以造成黑洞，却不能控制凝结的时间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们先出去再说，走。你怎么了？应该是出现裂痕吧？什么意思？卢警官，你都已经问了7遍了。好，那我再问第8遍：你们和何云之间的关系，真的只是记者和明星的关系吗？史东明，我希望你清楚一点，欺骗警察那是很严重的，特别是第2次。上次你帮史密特身份证的事情，我心里是有底的。好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们和何云云到底什么关系？还有史密特和冯展这件案件，到底有什么关联？卢警官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用这种审问犯人的态度对我说话？我、明雪、史密特3个人清清白白，你有什么怀疑，大可以去调查。我赶时间，
我要去朋友那里。既然这样，打扰了。这个是冯展尸体上的，他们怎么可能得到这个东西？不行，我还要去次阳明山，看是谁找到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尽量还是少用。得了，看监控室进出的人不多，你看有没有可疑人物？有吗？有。谁啊？是你。你为什么要陷害何云云？还是说，想贿赂警方的人根本是你？何云云不过是个幌子。贿赂1000万，只为了让警方模糊冯展死亡的时间。原本26号死亡的人，被安排到25号。我知道，你用从廖宇轩那边骗来的钱贿赂警方，是为了混淆视听，让人以为冯展是监视画面的受害者，但其实2个凶手都是你。邓达线索终于连起来了。明雪，我想明白了。哦，既然想明白了，那该怎么做就去做啊。你不好奇真相吗？好奇啊，不过就算我问，你也不一定会回答；就算你回答，也不过就这么一个答案。什么答案啊？我是无辜的，这件事情是另一个史密特干的，对不对？你别看我经常傻傻的，其实关键时刻我可是非常聪明的。但你信吗？信啊。是吗？真的。比起那个人，我信任你的时间比较长。现在反悔，等于是打自己的脸。对，明雪啊，其实这么离奇的事情，你这样轻易的判定，好吗？反正之后的事情呢，你会自己解决，我怎么断定都无所谓啦。再说，连时空穿越这种离奇的事我都信了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外面。哦。哇，又是泡面啊！就跟你说啊，这种东西啊，吃多了，把它吃了就会健康、活泼又美丽的。你看看我，坐下来。喂，是我。你想干嘛？我好不容易才要到你的电话号码，
打来问候你一下，怎么样？身体有没有出现什么异状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要劝你不要再使用这块怀表了。难道你没有发现上面已经出现裂痕了吗？这都是你过度使用的结果。史密特，你太调皮了，就是因为你，这块怀表的寿命已经开始在倒数计时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使用一次，它上面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痕，我们就会越来越虚弱，直到漂盘破裂，停止转动，我们就都会被困在黑洞里。那不是更好吗？在静止的时空里，我更容易抓到你。你太不懂得珍惜了，史密特。我不会再纵容你。这块怀表，我决定收回。喂！米雪，好，你今天怎么特别漂亮啊？对啊，你的发色也特别亮哎。你今天散发着智慧的光芒。怎么啦，你们？什么了？我们不是一直都很友好吗？对啊，等你当上了主编，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呢。就是说呀，哎，你们在说什么傻话？让主编听到，你们就惨啊！你还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廖总已经把主编给辞退了。根据 Vita 透露，你可是新主编的唯一人选呢。哇哦，米雪，你终于要发达了，我们的世界要来了 ！Party time！ 耶 ！Party time！ 耶！主编，过来一下。这些都是我一点珍藏的出口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喜欢它，送你吧。谢谢。感受到了吗？当你满心欢喜的接受，即将到手却落空的感觉，这是我现在的感觉。提早让你体会一下，还有个准备，因为很快的，你就会陷在这种无尽的痛苦之中。亲爱的米雪，我们回头见。这人怎么这样？米雪，你一直站在这里发呆啊？其实我是在等你。什么事？关于主编，你真的把他开除了吗？正常的人事变动而已。那这么问有一点不要脸，但是你
主编他，放心，不是因为你。虽然我跟他有很多的矛盾是起源于你，但这次的决定只是针对我跟他。我以前对他承诺过一些事，后来反悔了，我一直对他有愧疚，所以很多事都忍着不出声。但这样子的结果，只是引发更多的烦恼和纠缠而已。在你拒绝我的那个晚上，我想清楚了。如果确定一段关系是不可能的，那就不应该再给对方希望。于公于私，我做了这个决定。不应该再给对方希望吗？是啊，越是感性的事，越需要理性的判断。啊，我要赶快离开这里了。为什么？这样你就来不及彻底的拒绝我。警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阳明山公园里每个角度的画面，我上次都调给你调查过了。上次我查的是去年的，这次我要查今年1月1号起所有时间、所有角度的画面，帮我调出来。哦，好吧。还好啊，这套系统啊，我都会找给你看。Hello， 你为什么还赖在这边不走呢？外面台风好大哦，赶快回家躲台风不是吗？就是因为台风大，所以也走不了啊。喂，你伶牙俐齿对不对？哦，米雪让我来这帮忙，出事也有个照应。别，出什么事？你才出事了，乌鸦。好啦，姐，家里的客房可以整理1000出来给小明吗？一直睡在沙发上，对身体不好哎。没事，我们史密特啊，每天都睡沙发的，身体啊比谁都好，我没事的。谢谢。小朋友来了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找到了史密特2号，洗刷了清白，那之后呢？我会回去。回到2045嘛。你说2045年跟我们这里会怎么联系呢？会不会有一种异地的感觉啊？一个在2015，一个在2045，无法见面，只能通过脑电波发短信，1年1次做个什么时空穿梭机的，见个面叙旧之类的。不会的，回去了就再也联系不上了。就算在2045遇见了，你已经快要60岁了。这样啊，真遗憾。虽然我60岁，但我肯定保养得很好，肯定跟现在差不多。
但是我还是不想要别人看到我有皱纹的样子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见到我，千万不要认出我。这样我就不用抱着任何希望了。好。喂，找谁？云云啊，请问你哪里找呢？好，你等一下。哎，他说他是阳明山一个民宿的老板娘，你认识他吗？不好意思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何雨云。抱歉这个时候打扰你，我是一个小民宿的老板娘，冯展耶诞节那天就住在我们这儿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刚打扫时发现冯展遗落了一样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给你的。喂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小明说冯展在阳明山上留了一个东西，云云坚持要在台风天上山，让我们去劝劝何云。好。哎，小张，已经下班了。哦，好了，路上小心哦。警官，预报说入夜风雨会加大，真的很大。你要不要早点回去？啊，帮我把这个画面调出来。到我去点。咦，这个人去悬崖下做什么？史密特，你果然和风展的死有关系。台风来了。就是啊，台风来了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们知不知道这次台风叫什么名字？奇拉，是不是很可怕的名字？好倒霉哦，怎么会叫 Killer 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么可怕的名字，我们绝对不能出去的。不知道冯展掉了什么在旅馆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哎呦，那就让警察去啊，我们干嘛自己去？姐，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警察根本就不会相信我。更何况，要是冯展的私人物品，我希望最后可以到我手上。如果是案情的相关证据，已经这么多天，也不差那一天。是啊。如果是他私人物品，我想终究会有一天还是回到你手上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冒着台风天出去，万一有什么个意外，那不就得不偿失了？对对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啊！你看，不是只有我，人家也跟我讲一样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说我是小公主啊！我韩信如果把你带到今天这个地位，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那你不是就要我白把人送黑把人了吗？我，哎，你不要说那么不吉话。我陪你去。哎呦，关你个什么？我看过新闻了，台风今晚最强，明天台风就走了。台风天出去确实不安全，但
如果只是下雨的话，我对我的开车技术还是有信心的。小明，同等的东西，运一天没拿到，会多担心一天的。我们就别再折磨他了。但是你们2个人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。我也不放心，可是人家明天不能去，我明天还跟人家对合约。我也去。又来一个凑热闹的你。有2个男人保护你，可以放心。再说，我也很着急，想要知道冯闪留下什么东西。谢谢。是啊，史密特肯定会去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……明雪你就不用去了，只是来回一趟而已，你没有必要去。再说，我不会再纵容你。这块怀表，我决定收回。再说，你留在家里比较安全。凭什么丢下我一个人啊？我也很关心何云云啊，我也想看看冯展的遗物啊。你又不会开车，如果出了什么事还要分心照顾你，除了增添累赘之外，你还会做什么呢？哎，明雪，哎，反正就一天来回，你就别操心了。冯展的新闻是我的好吗？你才累赘嘞！反正就这样决定了。小明，明天出发。谢谢啊。希望你该查都查到了。哇，风雨真的好大，被你这么一耽搁，我今晚回不去了，就睡这。警官，那你呢？我弟的民宿啊就在附近，走2步就到了。那你小心。等破案以后啊，我向媒体公开表扬你和你们单位。没事没事，小事一桩。走了。哎，你少说废话了，来看人，快走吧。你怎么跑来了？来工作后的阳明山肯定特别新鲜，我总会来啊。下车。不要啊。下车。到底为什么我不能去啊？因为我关心你。关心我？好，谢谢关心啊。哎，你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事情还让你们耽误工作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是明星，我们的工作就是你啊。我可是带着记者任务来的。等真相大白之后，就把这段经历写成专辑，保证大红。所以你们谁都别想拦着我。那个还好我们昨天没有出发，晚上风好大啊。是啊，说是10年一遇的大台风哎，阳明山的神社古迹都被吹断几根柱子啊。你说什么？就神社古迹几根柱子被吹断了。要不是阳明山那群学生在倒塌的神社古迹旁地质勘探，有可能这段画面就一直埋在地底下了。报告总裁，这些要请你签名。好。这是早上前台收到的信。等一下看到米雪，请她上来一下。米雪和小明今天都请假了，说是去阳明山跟何云的新闻，不会进公司的。阳明山。要走。请问一下，昨天台风山路没有断吗？没问题啊，路都通的。警官要退房了。是。我
再住一晚。好。你好，请问老板娘在吗？老板娘下山了，因为她金山的房子淹水，所以她下去整理完才上来，但是应该要等到明天喽。你就是何小姐对吧？我是。要等到明天呢，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啊？还是你们要先住宿一晚？两位小姐的房间在最后一间。我是这边。史密特啊，你真够大胆的，竟敢在我面前出现。雨终于停了，天气好好。你还好吗？我只是在担心，不知道冯展到底留了什么东西给我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该知道的，就一定会知道。我还是有点担心你是担心冯展留下的东西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吗？是啊，你别看他表面上没事的样子，我猜他应该很担心。恋爱中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谁知道那一物会是什么？万一是冯展带着怨念的东西，这样会让云云留下心灵阴影。哇塞，你会不会想太多了？要去哪？我有事出去一趟，不用等我。我还有点事。台风天刚过，雨又一阵一阵的，你确定要一个人出去？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啊？你跟着我干嘛？你关心我，不能关心你啊。你的关心是远离，我正好相反，我关心谁就喜欢缠着谁。李雪，廖总，怎么会来啊？我有个商务会议。在台风天？你呢？怎么也会来这里？那个，我得到消息说演员关凯在这边密会名媛，所以就跟过来查了。廖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前两天有点感冒，没事。妈，有人晕倒，快走！我扶他进去休息。你好好照顾他吧。
里不能进来啊，很危险的啊。昨天台风啊，把几根柱子吹倒了，剩下那几根也不是很安全，赶快离开啦。那铁盒子啊，那铁盒子是啊，那个铁盒子是昨天一个警察挖出来的啊。有警察来挖过？哎，对，我问他是什么，他也没多说，他把铁盒里面的东西拿走了。我想那个铁盒哦，不知道是不是牵扯到什么案件还是证物，我也不敢去动它。那他长什么样子？年轻人啊，我也说不上来。我叫陆川。好了，哎，这边真的很危险啊，赶快离开，千万不要进去哦。啊。盒子被提前挖出来了，又到了袁景手上。我来到了这，却还是一样的结局。好多了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。谢谢。廖总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你要是倒了，我们下个月工资要去找谁要啊？沈明特也是，不知道去哪了，这时候都不回来。谁理他啊？随便他吧。那你再多休息一下。不关心他，你来这里干嘛？谁说我在等他？我只是出来看看雨，吹吹风而已嘛。骗谁啊？死心吧，米雪，热脸贴冷屁股，人家根本没把你当一回事。你别忘了，他昨天晚上说关心你，不喜欢怎么会关心啊？对，别装清纯了，绿茶，就是有你这种心态，害了多少少女误入歧途。我绿茶，明明是你得失心太重，爱情是纯洁的，为什么要计较回报呢？你以为爱情是做慈善啊？绿茶婊！你以为爱情做生意啊？心机女！你。跟你说，台风天天气不稳定，随时都会下雨。